2026年啊，復活節長假珠海勁爆啊！港車北上大軍湧現，港珠澳大橋車龍不斷，日均過萬港牌車啊，直達珠海。香港樓價癲升，消費貴，復活節唔去外國，轉陣嚟珠海消費加置業啊！飲茶啦、shopping 啦、娛樂啦，物價係香港嘅1/3，港元仲更加抵使啊！人人買到笑，越嚟越多嘅港人趁復活節嚟睇樓喎，因為珠海全域唔限購啊嘛，首付低至15%，利率約3% 㗎咋。香港買細單位，珠海直接買大三房望海景，價錢先係香港嘅1/5㗎咋。如果你話投資啊、自住啊、退休啊都非常之適合㗎。香港賺錢，珠海使，生活品質即刻提升晒。復活節珠海熱潮，港人用行動話你知啊！北上置業係最大嘅趨勢。如果你都想知道珠海有邊個盤最啱你嘅，快啲留言諮詢啦！